喂，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歡迎收睇《動漫文潮英語講漫趣》。首先，我哋歡迎今集嘅重量級嘉賓黃 Sir，你好。重就的確重噶啦，以我嘅身形一定重噶啦。扎藤你好啊，我去英國多謝你招待我啊。哦，唔好咁講，唔好咁講，我希望你下次再嚟，我會再好啲招待你。係咪又飲叔叔啤我哋啊？唔淨止叔叔啤咯，英國呢邊越嚟越多新款啤酒都過咗嚟咯。係啊。嗱，首先想同大家講翻先，由於今次咧係錄影嘅，所以咧基本上就個天氣嘅情況咧就未必更新得到，咁就希望各位可以見諒先。係啦，教練好耐冇見啦，你近排點啊？都係咁啦，呢排又比較多做呢個節目啊，因為美以伊戰爭啊，咁就都做咗幾集咁樣啦。哦，係啊，喂。咁講翻咧，點解今集英語講漫趣會邀請到阿教練咧？係因為早年啊，我喺阿教練口中咧就得知佢咧就睇過兩部嘅動漫番組，其中一部係《美少女戰士》啦，另外一部咧就嗱，呢部我最中意睇啊！咩啊？《美少女戰士》我最中意睇噶啦。係咯。咁另外一部咧就係《進擊的巨人》啦。咁而咧呢個麻麻地啊。係阿教練咧就曾經對進擊咧係有啲評價嘅，係啦。因為進擊咧，我大約喺2014年睇嘅。咁我點解睇咧？因為咧我側邊同事咧就話好睇，咁我哋後生仔嚟嘅，咁我就話既然你哋話好睇，咁我睇下啦嘛。咁啊睇到開頭幾集咧，完全唔知係講乜，死又唔死得，個劇情又唔知講乜，咁結果咧就係冇乜點睇嘅。咁當呢跟住嗰幾年咧，又有啲人話好睇，咁我又跟住又間歇咁又睇翻下咁樣，但係越睇越唔明，就完全唔知噏乜嘢嘅。咁就係知道啲人咧飛嚟飛去啊，咁有陣時打巨人啊，有陣時係自己變得巨人啊，有陣時巨人係自己打自己啊，即係完全唔知講乜嘅。好啦，咁鑑於咧上個禮拜三嘅英語講漫趣咧，就同另一位嘉賓主持阿 Jackie 就討論過進擊的求婚㗎，係啦。咁我哋今次咧就會用呢個，即係就會用呢個進擊的巨人咧係做一個放大鏡，就咁就去睇兩件事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冷戰時期啊，小國點樣喺強權之間求生啦。另一個就係而家新聞即係熱講嗰個新聞啦。就係美伊對立啦，係啦。咁喺進擊個古仔裏邊啊，帕拉迪島係一個俾高牆包圍嘅民族，相信外邊咧就只係有食人嘅巨人嘅啫。咁但係後來又發現到原來牆外邊仲有完整嘅世界，而嗰個世界係真心覺得帕拉迪島係一個威脅嚟嘅。咁用一句國際關係嘅術語啦，就去形容呢個帕拉迪島咧。咁教練你會用啲咩咧？再講翻啦，因為點解我之前我睇唔明呢個進擊的巨人咧？因為我就唔知講乜啊嘛。但最近咧，因為我要做呢個美以伊戰爭嗰個節目啊，咁我就開始研究啦。咁結果咧，原來咧我就經過一番研究之後咧，就反而咧就睇明咗呢個進擊的巨人啊。咁如果你係要問我咧，究竟用咩去形容呢個帕拉迪島咧？我咧就覺得咧，佢本身咧就係處於一個好安全困境嘅細嘅國家。意思就係實力又唔好強，但係又唔好弱，但係咧又俾幾個大勢力包圍佢。咁有一啲咧令人恐懼嘅嘢咧喺佢手上邊。咁咧亦都令因為呢個咁得人驚嘅嘢咧，所以令到啲大勢力亦都係唔敢點樣喐佢嘅。咁而家進擊巨人入邊咧，就叫做地鳴啦，即係比較後期出現嘅一個嘅大殺傷力武器啦，係咪？咁因為地鳴係大殺傷力武器啦，所以咧就如果以中國嘅講法咧，就懷璧其罪啦，即係你一個咁大殺傷力武器啦，咁其實你用唔用咧？其實嚟講，其他嘅大勢力咧都好驚你嘅。咁如果但係套翻喺現今嘅世界咧，咁地鳴其實係即係核武啫。即係佢一出嗰日咧，就可能係毀滅性嘅武器嚟嘅咁樣。所以幾個大勢力咧都會千方百計咧，就逼呢個帕拉迪島交出呢個大殺傷力武器，即係地鳴啊。但係問題，如果佢交出去定唔交咧，咁其實嚟講就好麻煩啦。即係你交又唔係，唔交又唔係。
咁咧變咗嚟講，即係話佢一日唔交，啲大勢力一日去威脅佢，但係咧如果交出嚟咧，佢可能就滅國噶啦啊！咁啊，所以咧佢咧就係一直都係唔交嘅。咁如果即係佢唔交出嚟啊，咁大概你打我咪打我咯，即係嗱咁好過我交出嚟之後咧，你直情滅咗我嘛。咁呢個情況咧就好似當年嘅烏克蘭咧交出咗核武之後咧，就俾俄羅斯不斷咁打壓，亦都導致咗近年俄烏戰爭嘅。咁喺1991年咧，蘇聯解體一陣咧，烏克蘭咧其實係有大量嘅戰略核武嘅，佢嘅數量已經係成為呢個世界第3核武強國嚟㗎啦。即係仲勁過蘇聯嘅，即係前蘇聯嘅其實啊。但係咧就呢個彈頭嘅控制權咧就喺呢個莫斯科手上，所以咧烏克蘭呢個結果就係作出一個好愚蠢嘅決定啊！咁咧就將核武交出嚟啊！咁當然咧，你當時交出嚟嗰陣，啲人梗係氹你啦，即係美國啊、英國啊、俄羅斯啊咁樣啊，我哋唔會侵犯你嘅，你係可以維持獨立嘅主權，亦都喺你邊嘅，亦都唔會用武力威脅你嘅。咁啊，必要時咧有聯合國幫你手嘅咁樣。一交出去之後咧，就完全啊變晒臉啊！咁啊，所有嘅承諾都係冇啦。咁結果嚟講咧，成為一個因為冇咗呢個威嚇性嘅大殺傷力武器啦，就變咗任人魚肉啊！所以2014年咧，烏克蘭咧亦都察覺到呢一樣嘢，即係又知道俾人滾咗所以推翻咗咧就係嗰陣時嘅親俄羅斯政府嘅咁俄國咧都係想打佢噶啦咁咧，因為其他附近咧都要打仗，所以佢就冇打。咁直到2022年咧先至入侵烏克蘭咁入侵嘅原因咧就好普通啦，即係佢係想侵佔佢嘅啫因為你冇咗個核武器冇阻嚇力咧，咁於是佢就是但揾呢個侵略嘅原因，就話你種族滅絕咁咧又話烏克蘭要加入北約，威脅咗俄羅斯咧嘅生存，所以咧就打佢咁樣咁俄羅斯本來原本諗住10日之內就推翻呢個烏克蘭政府噶啦，但係結果咧打到而家未打完啊！咁所以到而家嚟講仲打緊俄烏戰爭嘅咁其實講翻咧，哇！你話嗰個我唔記得係12年嗰個條約係奧巴馬嗰期就氹嗰陣時嘅烏克蘭總統，即係肯定唔係澤連斯基簽噶嘛。如果我睇翻冇錯的話，哇！大佬真係呢單嘢真係為禍至今啊！你問我一定程度上都係為禍至今啊！仲要嗰陣時奧巴馬，我真係唔知點解佢攞諾貝爾和平獎，我真係拗到頭都爛埋。係咧，佢就咁樣，而家都核武未攞獎咯。唉，我都唔知。喂，咁喺大國夾擊之下，咁樣小國點樣喺中間掙扎，同埋其實佢仲有咩選擇咧？咁樣之下，其實基本上就有3條路嘅。第一條路梗係臣服啦，即係總之就係大國叫我歸順，我就歸順咁咧就當然啦，你歸順咗之後，大國叫你做乜，你要做乜噶啦。咁變咗嚟講你咧就會喪失晒你嘅主權你嘅自由成為呢個大國嘅打手嘅其實呢個臣服嘅現象咧，其實喺中國咧商朝就出現㗎啦，即係好早時期已經出現㗎啦。咁後期推翻呢個商朝嘅周朝咧，其實嚟講咧就當年咧就係處一個臣服嘅角色咁由商朝咧就指揮佢，你幫我打邊個國家，咁就打邊個國家咁樣嘅。所以後期咧，周朝咧就發覺咁樣唔對路，所以先至推翻商朝嘅。咁呢個係其實一個好歷史悠久嘅，即係臣服之後有咩後果，同埋即係如果係臣服得耐啦，就會唔會諗住推翻控制你個國家咧咁樣？基本上都會咁樣做嘅。其實臣服只不過係過程一大國冇可能係善待呢啲咁嘅臣服嘅國家嘅，即係你已經向我精神啦，我使乜俾面你咁樣，所以咧就任由魚肉咁魚肉到一個界線嗰陣咧，個小國都頂唔順咧，咁咧佢咧就係會反抗咁樣咯。呢個就係第一個選擇啦，即係臣服啦咁第二條路咧就係啲小國之間結盟，互相幫助，咁希望咧即係大家用小國嘅力量就可以抵抗到呢個大國。咁呢個情況就好似春秋戰國時代啦，嗰啲細嘅國家咧就係結盟，但係咧呢細嘅國家亦都互為委託嘅，即係有利益就合，冇利益就分嘅。咁所以最終咧都係由秦去統一咗6國嘅。所以呢個結盟咧亦都係一個
以利益為依歸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嚟講都係唔夠大國咁打，唔夠大國打嘅。第三種咧就係比較有力量嘅情況啦，就係咧我自己本身咧有一個叫做係威嚇能力啊，即係等於係有地名啦，即係如果有核武咁咧，變咗嚟講其他國家就因為我有呢個大殺傷力武器咧，佢就唔敢喐我嘅。咁如果大家睇過呢個沉默的艦隊啊，一艘核武潛艇啫啊，其實都唔確定有冇核武㗎嚇，但係已經可以成為一個同大國周旋嘅佢哋叫國家啦已經嚇啊，可想而知咧，即係如果你有個威嚇嘅大殺傷武器咧，其實你新樣咯啊。OK， 嗱，咁啊講翻進擊裏邊啦，咁帕拉迪島就似乎係揀咗第三種，仲要係最激嗰個方式啦，係咪？係啊，因為咧其實佢開頭都唔係咁揀嘅，佢開頭都係諗住自保嘅，同埋咧開頭佢都唔知道有呢個大殺傷力武器嘅，到後期先至知道原來有個咁勁嘅地名啊嘛，咁啊先至咧就諗住用定唔用嘛。所以咧個地名咧就係好緊，即係其實嚟講就係好緊要嘅。但係咧開頭主角係唔知嘅，就只有嗰個係主腦先知道原來佢哋有個咁大殺傷力武器嘅啫。咁點解會唔俾你知咧？因為如果俾你知道咗之後咧，就好多時候咧就分開咗兩派啦。即係當外地入侵嗰陣咧，究竟交唔交出你個大殺傷力武器咧？其實嚟講都拗餐死嘅。所以如果大家唔知咧，咁就冇得拗啦。即係咧，如果有人入侵，我就抵抗。咁亦都唔會有諗法，我只要交出呢大殺傷力武器咧，就可以得到和平啊，就唔使打仗啊，就冇咗呢個選擇咯。其實喺故事裏邊嗰個叫外邊嘅世界眼中啦，咁帕拉迪其實都唔係咩小國嚟嘅啫，咁而係一個隨時會一鋪就反台滅世嘅問題兒童，咁點解會咁咧？因為咧就係甚至係套翻喺而家嘅情況啦，即係點解啲大國唔俾啲小國有核武器咧？就係因為啲大國認為咧，呢啲小國咧就隨小隻僆仔咁樣亂咁用啲核武，所以就威脅到其他國家安全啊咁樣但係咧佢就唔明白人哋可能唔係細路仔嚟㗎嘛，即係等於帕拉迪島咁樣，其實嗰個主腦咧佢都係唔會用呢個地名㗎嘛。即係只不過就係你係因為想侵略佢或者奪取個地名啦，所以你先至會話你聽，因為我驚你亂咁用，所以咧就我要將個地名據為己有，等你唔會亂咁用，危害社會咁樣咯。另外咧就係因為嗰個島亦都長時間咁封閉都冇人知道，即係出邊嘅人亦都唔知入邊發生咩事，入邊嘅人亦都唔知道出邊發生咩事。咁呢一種就係大家都唔了解，即係島入邊嘅人就認為島出邊係冇生物㗎啦，即係死剩佢哋㗎啦。所以佢哋只要好好咁喺個島入邊生活咧，就冇事㗎啦。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只要你唔走出去出邊，咁咧就係冇事嘅。因為出邊咧就會係有危險。咁咧咁樣開始係純化咗入邊啲人民啦，即係啲人民咧亦都唔會諗住佢會去走出邊，即係只要咧我喺入邊咧就好安安穩穩咁樣生存，咁咧就好同時咧就係會係安穩得滯嘅時候咧，如果有外地入侵嗰陣咧，佢哋就唔知點搞嘅喂，咁講翻啦，喂，其實帕拉迪咧越想用呢個地名去震懾世界咧，咁世界就越覺得，喂，佢哋純粹。即係佢哋會係未禁制之前，不如我做咗你先啦，即係費事夜長夢多嗰隻 feel 咯。嗱，呢個就係正係一個困境啦。即係當有大國嚟到，而你覺得你係好難抵抗佢嘅，而你手上咧又有一個可以震懾佢哋嘅武器，咁你自然就會係攞呢個武器出嚟威嚇出邊嘅大勢力。咁咧，因為你攞呢個武器出嚟威出邊嘅大勢力咧，於是咧亦都等於出邊嘅大勢力就應驗咗你正話所講嘅嘢啦。你會隨便咁用咗你大殺傷力武器所以咧我哋咧就喺你用之前咧先發制人，首先搞掂咗你先嘅咁呢啲咧就亦都叫做有強權冇公理
咁只好天官放火，唔許百姓點燈啊！因為大國你都有呢個大殺傷力武器噶嘛，點解你又唔交晒出嚟啊？嗱，即係其實嚟講，如果大家公道啲，大家咪將所有嘅大殺傷力武器交晒出嚟，毀滅咗佢咯。咁大家都冇嘅時候，咁咪安全咯咁樣。但係大國就話就唔咁諗啦，大國就話我有就係話保障咗你安全，你有就威脅我安全啊，所以一定要打你咁樣咯。其實呢個 concept 咧，講緊再早年啲嘅Gundam咧，都已經用咗㗎啦。只不過就係話又一次俾我捉到你進擊咧，講古仔咧嗱，即係我都係嗰句啦。點解我話今集係吐槽嘅關係咧？就係話其實我哋而家越講，就會發現到其實進擊有啲位咧，其實又係抄橋。不過呢啲就容後再插啦。咁講翻啦，咁其實即係如果照你咁講啦，黃 Sir 即係帕拉迪喺外界就好真誠咁講，我淨係想防衛嘅啫。啊，咁外界聽起上嚟咧，其實係咦？你話俾我聽你防衛，但係其實你暗緊你係咪想禮手捅翻我一刀㗎？係啦，嗱，所以大概喺進擊進攻之前咧，佢一定抹黑咗帕拉迪先嘅，啊，咁佢一定係抹黑咗你。你本身咧係一個叫做係唔講道理嘅國家，啊，你欺騙咗你自己人民，你有大殺傷力武器，啊，你就算話唔用啫，但係問題咧就係你一定會用嘅，即係佢先抹黑咗你先，令咁咧同時咧即係除咗令到帕拉迪入邊嘅人咧諗一諗，會唔會我俾自己人滾咗咧？咁樣啊，令到你有內亂啊，同時亦都令到帕拉迪以外嘅人咧，咁感覺到咧帕拉迪對你係有威脅嘅。咁咧就係你話係防衛啫，我點知你唔會攞嚟做攻打咁樣？咁啊，而且嚟講亦都因為有大殺傷力武器咧，所以佢大概一定係妖魔化咗呢個帕拉迪嘅，即係話呢個帕拉迪咧就係妖魔嚟嘅啊！你哋唔好信佢啊！啊，你如果唔係咧，佢到時咧就會係用呢個地名咧嚟到係減少呢個世界㗎啦咁樣。咁於是咧，因為佢出邊咧猛咁宣傳咧，於是帕拉迪咧就俾出邊嘅人咧就孤立啊，即係話呢個魔鬼嚟嘅，我哋唔好同佢做朋友咁樣。嗱，咁於是帕拉迪咪開始俾人孤立晒。咁咧俾人孤立嗰陣咧，亦都俾人制裁啊，或者其他情況啊，即係切斷晒同佢嘅關係。咁變咗帕拉迪咧本身咧，亦都係有個情況，即係話我要點樣算咧？即係話如果咁樣俾人孤立咗之後，咁我點樣去發展我自己嘅國家咧？咁樣嚇，但係啲問題咧就出邊咧就會同佢講嗱，你有大殺傷力武器，即係你有地名嘅時候咧，我哋就唔會同你做朋友噶啦。而且嚟講，亦都因為驚你亂咁用，所以咧我哋會壓制你嘅。咁啊，除咗經濟制裁之外咧，仲可以軍事嚟到攻擊你嘅。所以點解佢哋用呢個冇腦嘅巨人咧嚟到攻擊呢個帕拉迪咧？其實嚟講就係話令到呢帕拉迪咧就感覺到受到呢個威脅啊，咁咧就會係交出地名嚟換取和平啊。但係咧呢個對於啲巨人咧就係個作者雖然話即係我睇佢唔明啊，但係咧佢本身都冇偏幫到任何一邊嘅，即係攻方同守方都冇偏幫嘅。咁我反而覺得咧呢個就比較係個作者比較係描述得比較好啲嘅比較好嘅一個位咯，相對，但係其他嗰啲位咧真係好鬼出事啊！好啦，咁喺作品裏邊咧，艾倫嗰條路線咧就好極端啊！咁佢最後咧，佢真係相信自己冇得揀，所以咧就先至即係覺得如果唔用地名咧，就會俾人搞掂㗎啦。咁你喺現實裏邊點睇冇得揀，即係別無選擇呢句説話咧？嗱，其實咧別無選擇咧，基本上就係唔會存在嘅，因為一定會有其他選擇嘅，即係唔會話冇其他選擇，只係得個選擇嘅。即係只不過咧，就係話你已經選咗，而唔考慮其他選擇嘅啫。因為別無選擇咧，即係除咗係艾倫咁樣諗之外咧，其實嗰啲大國都係咁樣諗嘅，即係點可以打你咧？有個別無選擇。咁艾倫都係我點解係引發呢個地名咧？因為我都別無選擇。咁當兩個別無選擇搞埋一齊嘅時候咧，咁於是咪係引發咗呢個地名咯。
所以呢個別無選擇咧係非常之危險嘅。但係問題咧，呢別無選擇亦都係經常啲大國侵略啲細國家陣咧，亦都係咁樣講嘅。嗱，我都勸咗你好多次㗎啦，我勸咗你好耐，叫你交出地名㗎啦，你唔交出嚟，我別無選擇，咁我就要攻擊你啦咁樣啊。咁但係咧，其他人咧亦都唔會問個大國嘅。咁咧，除咗攻擊佢之外，仲有冇第二條路啊？咁樣咁咧，大概一定係咁樣講㗎啦。所有嘅路我而家都試過㗎啦，條路都唔通，我而家別無選擇，一定要滅咗佢啦咁樣啊。通常都係咁樣啦啊。咁對啲巨人入邊咧，亦都睇得到嘅。其實艾倫咧，其實佢前期都唔咁樣諗嘅啊。到咗後期咧，佢係即係佢本身能力啊，即係已經到咗係極限嘅時候咧，佢咧就諗住即係。我本身唔可以有其他能力去抗拒嘅時候咧，於是佢就簡單化咗一個去抗拒，就係引爆地名即係佢唔會諗其他嘅方法即係話佢覺得引爆地名咧就冇問題㗎啦咁樣咯。係咯，即係攬炒咯，即係攬炒，係啊某幾年之前。有啲人成日都話係啦攬炒咯，真係咁即係話咧，一旦最強嗰班人開始講，即係開始講呢句嘢，我哋冇得揀，咁小國嘅災難咧，其實都不願意嘅喎。其實因為你小國咧，你就係冇呢個實力同大國對抗嘛。咁如果大國別無選擇一陣咧，你小國有得選擇嘅就投降咯。除咗投降之後，你就別無選擇啦，咁樣咯。咁如果你係唔投降嘅話，你要抗拒嘅，咁其實嚟講就係喺小國嚟講咧，就通常唔會係第一個選擇嚟嘅。通常第一個選擇咧就係我投降。咁希望大國咧就係因我投降放過我咁樣嘅啫。咁好少嘅小國咧就會有別無選擇去同大國死過嘅。咁啊係，即係你去到攬炒呢啲就嗰個叫做力量對比係有點而奇怪咯。你小國就算你攬炒咗，咁咪即係滅國咯。你唔會再有後路噶嘛，變咗係嘛？喂，咁進擊入邊咧，有冇可能出現一個版本咧？就係呢個派迪係走神服嘅路線，唔係玩到最激嗰尾用地名咧？其實佢當然可以臣服啊，但係問題因為歷史問題啊，佢點解會係成班人喺一個咁高嘅圍牆之下生存，都唔同外界交往咧？其實嚟講咧，佢由第一步咧已經拒絕咗臣服噶啦，因為如果臣服嚟講，我未出去同人交往咯。但係問題係選擇咗自己封閉咗個地方嗰度自己自給自足，即係唔同外界有交往嘅時候咧，咁其實咧佢已經係唔會走臣服嘅路線㗎啦，但係咧佢亦都唔會走一個主動攻擊人嘅路線，因為佢本身嚟講即係話我世外桃源，你哋就係唔好搞我，咁啊但係問題如果你搞我嗰陣咧，我有地名，咁咧就大家同歸於盡。但係問題咧佢亦即係最初嗰陣咧個主腦咧，亦都係諗住係唔會用地名嘅，即係只不過即係話嗰個地名震懾你哋，即係我而家喺呢個地方度，我唔搞你，你唔好搞我咁樣咯，但係咧，如果係選擇臣服，其實會有個問題嘅。一來就係話你而家好地地，人哋嚟打你，你就投降咧。咁咧，你投降之後咧，你唔係話人哋會對你好嘛？佢會攞咗你地名，跟住你就變咗冇牙老虎。咁外國亦都會派入你個駐軍，咁啲駐軍自然會對你好啦。咁咧你好難去說服咧其他人投降嘅。一嚟咁一投降咧，就即係人哋會喂你賣國啊！你點解唔抗拒一下即係除非即係到最後，如果打唔贏先至算啦咁樣咁另外咧喺第二點嗰度咧，喺大國亦都有各自利益嘅即係唔係投降咧，咁佢就接納你嘅因為咧佢本身咧，如果你係你咁順攤，你係連反抗都唔反抗投降咧，其實大國嚟講亦都唔高興嘅因為咧佢本身咧亦都唔可以顯示到佢個震懾力一定咧就係會用一個軍事力量令到你好驚佢，咁日後先至可以容易統治啊嘛即係如果一嚟你係投咗降，咁啲人民咧係冇受過戰爭嗰個恐怖嗰個威嚇咧，佢可能好容易反抗所以點解嚟講咧？
以前嘅戰爭咧，好多時係屠城啊，或者咩三江政策啊，即係總之其實嚟講，佢哋唔需要咁樣做噶嘛。你已經攻咗你城池，點解屠城咧？其實最大作用咧就係威嚇城入邊嘅百姓同埋其他城市嘅百姓即係話我就咁殘暴噶啦，我一嚟到你一定咧就會殺到你哋雞犬不寧噶啦。咁呢個就係大國嘅利益嘅諗法啦。咁另外第三點咧，外國除咗攻擊你嘅國家之外咧，仲有其他國家噶嘛。如果你臣服咗其中國家咧，咁其他國家咧因為冇利益咧，亦都覺得你咧係有問題嘅。咁佢亦都唔排除咧，就係話揾機會攻打你或者咧甚至令到你臣服嗰個大國咧，亦都可能覺得你臣服係呢個緩兵之計會唔會你臣服咗我之後咧，你就養精蓄銳，10年新罪10年教訓咁樣當你有能力強咗嗰陣咧，你就推翻我咁樣咯。我即係諗起有個歷史故事叫咩？我身上膽係咪啊？嗰個故仔係我講嘅就係啦即係嗰類似個故仔，佢跟住向阿吳王報仇啊嘛。我印象得咁多，唔好意思嗰個就假裝臣服，跟住就係謀求復國咯，嗰個謀求復國，跟住揾個靚女西施就引誘你，跟住等你行差踏錯，然之後就乘機復仇，一舉消滅你咁樣嗰啲 feel 咧。喂，咁咁面對大國嘅武力威嚇咧，小國就以破財擋災啦，咁犧牲本國利益去談判，就好易俾國人咧，即係好似俾國內人咧就話你條友仔喪權辱國，你做義務出賣我，跟住政權咧就可能會被推翻，咁結果就最終就係要被逼焗住去打咯。呢個咧就係中國嘅近代史啦，即係民國時期啦。袁世凱點解要接納呢個日本提出嘅所謂21條咧？因為佢嗰陣咧唔夠日本打即係雖然嗰個所謂21條咧係唔合理，咁佢咧就唯有咧就盡量令到佢冇咁大嘅傷害啫。所以其中就有啲即係比較嚟講就話係接納唔到嘅條款之後咧，就借咗其中14條嘅。但係借咗14條之後咧，都變咗個賣國賊㗎，所以好慘㗎。即係話你唔有人打你同人議和而係爭取啲比較叫做係好啲嘅條件。但係問題咧，啲人民都會質疑嘅，即係點解你唔打咧？打未必會輸㗎嘛。但係唔打就輸嘛。咁你打都唔打，咁你就係接受咗係呢啲咁嘅係不公平嘅條款，咁你咪賣國賊咯。所以好慘嘅。所以點解好多咧？有陣時即係唔夠打都打一陣先咧，就係咁嘅意思啦。即係起碼我打咗一陣咁我證明到我真係唔夠打啦。咁咧實城下之盟，我係一個戰敗嘅國家，咁咧就俾呢個戰勝國咧就係強迫我就有一條款嘅時候咧，咁人民條氣就順啲嘅所以呢個就好吊詭嘅咁另外喺進擊的巨人入邊咧，亦都係一樣啦。但係咧佢用一個即係比較痛苦嘅方式示範咗，即係當個人咧或者個民族咧，自己覺得自己冇選擇嗰陣咧，就發生咗一啲係即係比較所謂唔理性嘅事啦，即係例如引爆呢個地名嘅情況啦。但係咧你唔會因為睇完呢一套動畫就識得去解決現實上面嘅戰爭噶嘛。但係咧你可以睇完呢個進擊的巨人咧，學到幾樣嘢嘅。尤其是咧艾連，原來咧即係佢引爆地名，其實咧就係叫做一個加害者身份即係害人嘅身份。但係佢本身係一個被害者嚟噶嘛。問題咧一個被害嘅人而成為一個加害嘅人咧，其實喺呢個係案件嚟講，經常出現嘅。即係好多時案件咧都係咁樣發生嘅，即係可能一個細路仔細個嗰陣受到家暴。咁所以大個咗之後咧，又重複咗家暴嘅即係變嚟講，佢有家暴受害人咧，就變咗個家暴嘅執行者啦。呢個好正常嘅，原來所以艾連嘅選擇係其實就係一個正常嘅運作嚟嘅咁再加上咧，如果即係受到民族嘅時候咧，就更加麻煩啦即係咧民族佢有好多仇恨噶嘛但係啲仇恨會應唔應該一代傳一代咧定係話大家忘記過去共創未來咧？但係問題呢個好少嘅，通常啲人咧一打交咧就提翻以前啲事㗎。話你當年侵略我哋
咁而家嚟講，我侵略翻你好正常啊咁樣。嗱，其實嚟講，你當年係一個被侵略者，而家你變咗一個侵略者，其實一樣啦，即係你有一個被害者嘅身份，變咗個加害者嘅身份啦。咁呢個咧係非常之正常嘅，所以艾連嘅選擇其實嚟講嚴格上咧，其實都冇一點樣錯嘅。咁咧問題就係話係會唔會係如果大家可以放棄呢個係過去？咁咧艾連佢本身點解會係最終會引爆呢地名咧？其實同佢幼年有關啊嘛。佢幼年佢媽媽就俾一個巨人食咗噶嘛。所以嚟講咧，即係喺佢咁年幼嘅心靈入邊咧，佢一定要為母報仇嘅。咁佢為母報仇咧，就係話我要打擊呢個巨人就為母親報仇。咁佢到最後佢發覺自己係冇足夠能力去做嘅時候咧。咁我亦都一樣啦，即係咧正話所講啦，佢別無選擇之下咧，就選擇咗係引爆地名咯。呢個位咧，有個相反嘅故事位令我諗起嘅，就係呢個《倚天屠龍記》嘅張無忌咧，就殷素素就同佢講嗱，喺呢度嘅咁多人就係害死你同你阿爹同你娘親嘅人，你哋一個一個要認住佢哋。但係最尾張無忌咧，但係反而個描寫就係反而係放低仇恨，即係為咗中原武林嘅以及明教嘅安定繁榮咧，所以就選擇唔向陸派報仇不過反而佢當然係行咗另外一個方向啦，係咪？所以先至演繹到另外一個故事出嚟嘅呢個，但係即係當然你就會覺得就係倚天呢個張無忌嘅演繹咧，就太過唔現實啊，有啲位都好唔現實嘅，其實感覺上，但係都叫做 OK， 俾阿大俠就寫到過去啦，咁樣嗰隻嘅啫。但問題一樣嘢咧，我哋要留意咧，因為張無忌佢有得選擇啊嘛，因為佢有實力啊。你可以選擇做或者唔做啊，但係艾連都冇得選擇啊嘛。艾連就係話佢冇足夠實力啊嘛，所以佢只有係選擇去引爆地名咯。所以張無忌嗰個係古仔咧，唔係話佢忘記過去，即係好大量去原諒人啊。其實嚟講，佢因為佢有實力佢有足夠實力去原諒人啊。因為原諒人係要有實力㗎即係唔係話你求其其可以原諒人嘅，因為你原諒咗人之後，人哋轉頭就打你㗎啦。但係張無忌就冇呢個憂慮嘛。因為佢有足夠嘅能力啊嘛，即係我原諒咗你之後，你如果再打我咪打翻你咯。但係艾連就唔得啊嘛。所以大家嗰個處境係唔同㗎。啱啊！好多謝黃 Sir 嘅呢個解拆啊！喂，今次我哋就用呢個進擊的巨人咧去做一個比喻。咁當然啦，根本連阿作者間山創都冇咁高智慧去諗到咁多嘢啦。同埋如果唔係佢嗰個責任編輯夠勇敢同埋夠識 sell 嘅話，以咁嘅畫工、咁嘅故事推進，甚至涉嫌有抄襲其他翻作嘅套路嘅情況之下，呢套作品你莫講話動畫化，甚至連拍真人電影版都問啦，真係。係嗱，其實嚟講，即係對於對人啦，即係話係，即係我都唔明點解佢咁受歡迎嘅。咁其實嚟講，呢套漫畫又好或者動畫又好咧，喺英國受唔受歡迎㗎？嗱，老實講，咁我23年就嚟到啦。咁我見到好多本地嘅漫畫店咧，都冇賣進擊的巨人嘅，就算有，都係賤價出售。咁我首先解釋翻英國呢邊出即係賣日本漫畫英文版咧，其實就有3個選擇嘅。咁第一個咧就係一般嘅袋裝單行本咧，即係譬如即係等於我哋香港買一本普通版單行本嘅，譬如《龍珠》、浪客劍心或者咒術迴戰嗰個 size 啦。咁一般嚟講咧，個價錢咧就睇受歡迎程度啦，就係由7磅半去到10磅99不等嘅。即係譬如我其實都唔平㗎喎，係嘛？因為有 VAT 會計翻 VAT 嘛，即係銷售稅。咁另外個選擇啦，就係 A5 size 嘅3期單行本就拼埋一本嘅合訂本咧。咁咧佢個價就由呢個11磅59到19磅99不等嘅。咁你又平少少喎3期。係啦，3期拼埋。咁而第3個選擇咧，呢個選擇就得意啲嘅，佢都係 A5 size。但係佢係硬皮版嘅，但係佢個價格就大啲，就由34磅59至47磅99嘅。
主要必要用硬皮啊？即係如果你係漫畫迷，覺得點咧？嗱，硬皮我而家即刻攞個例子俾你睇下網上。嗱，呢部係天煞狂刀阿温日良嘅作品嚟嘅，何謂硬皮咧？佢個皮本身就係咁厚嘅個封面，係冇錯。等於但係好貴啊嘛，而家硬皮好貴㗎。係啊，所以其實香港賣緊硬皮咧，如果圍起英鎊嚟計咧，就係19磅咯。係硬皮就唔算貴啦。如果19磅，一硬皮係好貴嘅釘裝嚟㗎。我講香港版本圍翻起英鎊嘅價錢啊！咁但係當然你話過到嚟英國，你又要計翻運費、計翻 VAT， 咁就變咗嗰個價格差就會比較大。即係譬如34磅59，我可以有個舉例就係龍珠嘅龍珠啊，嗰個漫畫版都係34磅59一本嘅。即係如果你硬皮版嘅話，我講英國呢邊啊。咁但係47磅99會係邊本咧？我亦都曾經見過就係阿基拉係啦。嗰本嘅大島，佢唔係 A5 添啊，佢係 A4 添啊。佢係特登出翻 A4 嘅，佢就係賣48磅99，唔係47磅添。呢個係另類例子啊！大有黑羊呢個就係。我想問下咧，日本漫畫咧，去英國賣咧就係英文版定係日文版定係廣東話版啊？嗱，有啲書店咧係會入口翻日本原裝版嘅。而多數主流嘅漫畫店咧係賣英文版嘅，而圖書館都有得借嘅，都係英文版嚟嘅。但係我可以講多樣嘢，都有另一版本啊。但係我講多樣，即係特別就係為咗英國市場，就係將佢翻咗英文，跟住就出去英文版，話咁好貴啊！如果銷售唔好，係啦，最弊就係、就算連圖書館，我曾經去過4個城市嘅大圖書館，其中一個係倫敦。黃十字火車總站隔離附近嘅其中一間倫敦嘅大圖書館，都冇進擊的巨人借到。因為英國呢邊咧借書咧同香港一樣嘅，你一張圖書證借3本書，每次借3個禮拜。但其實咪唔關進擊的巨人事咧，可能其他日本嘅漫畫嘅英文版都係圖書館好難有嘅咧。唔係。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唔講倫敦咁大個市啦，我就講列斯啦。列斯嘅公共圖書館，我可以揾到咩書呢？咒術回戰揾到，鋼之煉金術師揾到，出租女友揾到，愛上換裝女孩揾到，One Piece 揾到，龍珠揾到，東京喰種揾到。你聽我呢紮名嗰個類型已經係超越咗兒童成人向全部包羅萬有咁滯㗎啦噃，係都有得借嘅喎。咁即係最經常特別差啦嚇，即係如果即係其他漫畫都有嘅時候而佢冇就真係特別差咯嚇。嗱，我講多樣嘢啦，我正為話個進擊的巨人啊，就算有都係賤價出售嘅。咁究竟去到幾賤價咧？嗱，我曾經見過啊，單行本佢34期㗎嘛。咁佢就即係34本喎，係咪啊？34本啦，一套嘅，就一套佢就賣169磅點66，為係單本4磅99啫。哇，好平喎！呢個就嗱，我再重複多一次，基本上單行本嘅價錢平均係7磅5至到10磅99啊，但係單本計就4磅99啊，甚至。因為點解我會知咧？嗰間就喺我而家翻工公司附近列斯啊嘅漫畫店嚟嘅。咁佢曾經試過之後減到149磅99咧，成套都係即係減到20磅啊！擺喺鋪度冇。你唔試下買咁都咁平？哇！第一咧，我唔想浪費空間啦；第二咧，我好唔中意啲畫工啦。即係衰啲講句，我想問下呢個係進擊的巨人英文版咧，個畫工係同日文版個肉酸版一樣，定係已經改良咗㗎？改㗎，一樣㗎，你只係將裏邊嗰啲字轉做英文啫嘛。
即係好肉酸個版本，就唔係話啲優化咗啲啊。冇唔會做多一重功夫㗎。你只係買咗個版權之後，即係英國出版社或者即係唔係其實個出版社唔係英國嘅，嗰、個出版社我據知係喺意大利嘅個總部啊。基本上佢買咗個 rights 翻嚟，跟住佢揾人譯咗，跟住然之後咧，其實嗰堆書咧譯咗啲個 file 咧就 send 翻去大陸嗰邊印，因為平啊嘛。咁大陸印完之後再 send 翻過嚟咯。所以點解會有嗰個 VAT 會咁貴？就係因為佢要最後嗰個 copy 其實都係大陸 ship 翻過嚟歐洲賣啫嘛。係都平過喺歐洲印啦。所以咧，嗱，歐洲印係貴嘅喎，反而係因為歐洲如果你一定啊。嗱，點解我話歐洲貴？因為譬如我攞阿基拉嗰個例子為例，佢係用翻歐洲嘅紙去印嘅，所以點解佢嗰時單本係賣到48.99嘅原因，即係我講硬皮版48.99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本身係揾歐洲紙印靚紙。咁再加上佢再翻譯啦，跟住再攞又喺大陸印啦，印完再 ship 船運翻過嚟啦，所以基本上咧成個 procedure 咧就會先涉到好多人工啊、船運啊、各樣啊，咁咪會貴咗咯。係啊，因為香港大部分嘅印刷品咧，而家都喺內地印啦。平啊嘛！我攞其中我而家嘅買緊嘅例子啊，其實我都仲有買港漫合訂本嘅，即係話嗰本《天煞狂》都係啱啱最近出㗎啦。咁另外我都有買翻《絕代雙驕》嘅合訂本，都係漫畫啦。OK，咁都係硬皮版嚟嘅。咁其實咧，佢裏邊個紙咧，我就已經證實咗，即係經三方證實咗咧，係一個用英國嘅書紙去印嘅，真係英國呢邊嘅書紙嚟嘅，真係好貴。係。咁但係佢個價錢咧都講緊，如果兌翻英鎊都係19磅嘅。係。嗱，我作個 show 俾你睇，《絕代雙驕》呢個係最後嗰期大結局嘅合訂本嚟嘅，都係硬皮嚟嘅，我全套齊㗎啦。係啦，我特登儲翻齊一套，都係硬皮嚟。咁變咗公道講，咁即係用乜嘢指引就在乎個出版商嗰個要求嘅啫。即係你日本又好，你英國又好，你香港又好，其實一樣。即係係即係唔好呃大家啦，係人都知係大陸印嘅啦，點會唔係大陸印啫？係乜嘢啦，大家。只不過係佢究竟個製作要求係喺邊度啫嘛？同埋因為當年日本漫畫香港版咧，即係我當年都做過嘅。其實講要求好高嘅，因為日本嗰要求高啊，即係唔係香港要求高啊。佢哋要求用漫畫紙印嘅。講漫畫即係好似報紙咁嘅啫嘛，但係特別貴嘅，貴一定貴過晒所有咩書紙啊、咩粉紙嗰啲嘅。咁佢哋話咁樣睇，即係漫畫，即係用漫畫紙去印咧，先印得出日漫個味道啊！因為有呢個凹凸感啊，即係有立體感啊！係啊，我都有帶嗰套《死亡筆記》過嚟啊，因為《死亡筆記》就係用嗰啲紙印咯。咁你摸落去嗰下手感係好唔同噶嘛，真係係啊。同埋又唔刺眼啊！同埋我亦都帶咗 EVA 啦，因為我最中意 EVA 啦，嗰套嘅即係合訂本嘅完全版合訂本啦，其實都係日本都係用翻嗰啲日本紙度，不過當然再靚啲嗰隻書紙咯。咁變咗學你話齋都係唔會搽眼嘅，你對住燈睇都係舒服養眼嘅。係啦。喂，咁你成日都去漫畫展㗎嘛？係啊，另外咧講翻啊，其實我呢幾年咧都去咗4個動漫 event 㗎啦，至少。咁只係4個就係包括咩咧？Manchester 嘅 Comic Con 啦，Leeds 嘅 Comic Con 啦，York 嘅 Comic Con 啦，同埋倫敦嘅呢個 Comic Con 啦，即係嗰個即係 MC。我只係喺 Leeds 嗰個 Comic Con 咧，先見過有2個 coser 就出進擊主角係嗰啲軍服 cos 嘅啫。反而其他日漫，甚至蒙面超人我都見過喺英國喎。我見過蒙面超人。雖然英國人咧講真，我認真講，其實佢哋都唔知蒙面超人係乜嘢，但係衰過你都多我進擊，你多我進擊，可想而知佢有幾受歡迎先。
但係進擊個畫工咁差，扮都唔扮佢係嘛？點辦啊？其實最慘咧，曾幾何時香港都有喺進擊紅嘅時候咧，香港我講緊有人進擊過艾倫主角群嗰3個啦，即係艾倫啊、米卡莎、阿爾敏啦，同埋有人 cos 個巨人出嚟都試過啦，有呢個即係我公道講係有嘅，但係呢個熱潮咧好快就 turn down 咗，去到嗱，我講緊動畫版。香港係12年開始已經有得睇啦嘛 J2， 跟住其實去到15年開始咧都冇乜人 cos 進擊啦。你講到嚟英國仲大劑，你講到嚟英國，我講緊英國同全球同步噶嘛 Netflix 係23年就播最後一個 season 噶嘛，就算播完最後一個 season，根本好似無聲無息咁樣，即係冇相關過咗都唔知啊，相關產品冇。影碟冇得賣，反而其他嗰啲你估唔到無厘啦更嘅你揾到，譬如話唔知點解會有高達嘅影碟買得到，有龍珠嘅影碟都竟然揾得到，嗰下嘢先就黐線。但進擊有冇 figure 啊？進擊有冇見過啊？有出 figure， 有出 Good Smile， 有出玩具，絕對有。係咪好核突嗰啲？嗰啲玩具你跟翻初期動畫版嗰個設定去做咧就唔肉酸嘅，但係問題我正話都講過就係話，由於佢個尾嗰季作者間山創要求就係動畫製作組就盡量跟翻佢啲畫風去畫，所以搞到仲核突咗。佢第1、第3季動畫製作組我唔理你，總之我要畫翻靚靚地。反而出嚟個效果仲好咗，仲養眼咗。但呢個人都肉酸啦，呢個人真係好即係好核突呢個人。係我明嘅，但係始終佢要營造一個叫做侵略者、敵人或者係異類嘅東西，所以佢將巨人嘅設定咁樣。呢個我唔加，即係我反而明白啊！我反而亦都明白，只不過就係話。作者佢初期設定係好叻嘅，包括啲巨人，包括圍牆，包括嗰個戰鬥裝備，包括個國家嘅結構。但係問題係佢之後，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就係話你越畫就越拖，一拖你想 input 好多嘢落去，甩漏就再揾第二啲樣嘢兜住佢甩漏，跟住就成日就懶係玩伏線。但係伏線又穿唔到某啲位，就一穿就要睇到最尾嗰幾集先穿到你先前第1、2集嗰啲伏線。喂，大佬有冇人有咁好耐性同你睇90幾集之後先至知道你原來你第3集嘅伏線就係即係大結局就係講第3集嘅伏線啦。你唔好搞笑啦！即係我唔係話揾都揾唔翻啊！即係唔係話有冇耐性嘅問題。即係如果你話以翻作嚟講。加埋嘅集數係進擊嚟講係都算做近年嘅少有嘅長㗎啦，94唔知94、97集。但係問題係大佬，你就算你個古仔長唔緊要，你都要識中間調節一個叫做節奏，就係話你要講到呢一段嘅伏線，你幾時就要解釋翻個伏線，你跟住再開下個伏線，你跟住再有下一個解説。跟住將呢啲伏線組合埋先去到尾，咁先至叫做起承轉合，先至係一個叫做順啊嘛。我可以攞個例子就係《鋼之煉金術師》新版09版，咪就係做到呢樣嘢，就係話佢第一階段佢有一個伏線，跟住喺第一階段佢咪解釋咗，跟住第二階段開咗個伏線，跟住個尾解釋埋，跟住砌埋，原來成件事就係嗰個大魔頭搞出嚟，咁跟住只要搞掂咗佢，咁就唔會引發世界末日咁解啫嘛。但係進擊比較簡單啲啊！你進擊你突然間去到中尾段，突然間屎忽痕彈咗個叫地名出嚟，先至話到俾你原來你呢個國家其實係可以有咁嘅力量，但係最後原來就係因為咁樣，所以啲人就會即係啲人仲要中間講咗，其實呢班人民咧曾經係人類國家嘅一份子嚟嘅，只不過咧就後尾因為唔夠，佢哋本身都有巨人基因嘅，但係問題係由於佢哋唔夠打，所以就要偏安一隅匿埋，跟住收埋個地名，跟住點。喂，你突然間
好屎忽痕咁樣話，哦，原來因為咁樣所以先匿埋，再起3埲牆頂住啲巨人，但係其實自己係一堆有巨人基因嘅人，但係又係有一啲人係冇巨人基因嘅，你又解釋唔到點解？之前開頭有伏線嘅咧，呢啲所謂地名啊，用啲巨人嚟到砌牆啊，喺啱啱開始嗰陣有冇伏線喺度㗎？冇啊！唔係睇唔明啦。第一、二季係冇呢啲伏線啊！最慘就係個地名突然間喺第3季開始就引呢個伏線出嚟，跟住去到尾。即係呢啲同神仙打鬥冇乜分別嘅啫喎，即係搞唔埋到尾。係啊，第一季講緊就係話你一班人要起3埲圍牆頂住啲巨人，跟住第一季個尾發現原來個主角都係有巨人基因，跟住後尾再跳到去差唔多尾嘅時候，原來發覺艾倫同埋阿爾敏即係3個主角群中2個男仔都有巨人基因，唯獨是係米卡莎冇。但係又解唔到米卡莎點解冇，但係亦都解咗阿米卡莎點解成日嗌頭痛。但係問題就係中間有啲嘢佢係好混亂地，佢淨係識得想拖，我就係學我今集嘅節目話齋，佢就想學阿 One Piece 嗰個尾田榮一郎咁樣一套作品就紅遍全球，打跛腳唔使休，佢就係嗰種咁嘅人。但係問題佢又唔明，佢又唔識得學會一樣嘢，就係話人哋尾田榮一郎。佢就算再拖橋成，佢都會每一個階段嘅故事有一段好深刻嘅古仔令你記得。係，但係咁一定啦呢個。One Piece 有到你話佢拖，你就算到而家未完，當然第一因為阿尾田榮身體曾經出過事，所以佢唔可以瘋狂趕稿，此其一。此其二就係話佢亦都因為佢自己都知道佢。呢個偉大航道又寫得長咗，同埋新世界嗰段亦都要開始要收筆啦，因為佢已經齊晒10個成員啊嘛。草帽蟹集團正式齊晒10個啦嘛。咁而家終於要向最後寶藏嗰度進發啊嘛。咁佢都知咩事啊？但係問題就係話，阿間山創最揦嘢就係話，你開伏線冇問題啊！我成日都話你開伏線冇問題，但係你成日咧拖到好長先收，跟住喺中間又開第2個伏線，又拖到好長先收，跟住咪搞到好多人睇嘅時候，喂大佬啊！我唔係睇緊你即係點啊？我唔係有一個心機或者有一啲專注力嘅話咧，你真係死梗。同埋有樣嘢就係最慘就係話，你再加上你啲公仔唔靚，你同埋有啲戲唔拖長。所以咪令到個節奏咪好混亂咯。你譬如你睇到戲，你明明個節奏好順好快，突然間窒一窒，又要講翻第二啲嘢，攝翻入去 input 咗落去先，跟住先再去，即係你等於即係個感覺就係話，你原本你攞住一個書包有4本書去翻學，跟住突然間你未翻到學校，突然間有人執多3本書俾你呀，哦你仲要帶多3本書去翻學。跟住最後又再執多2本功課簿俾你，記得你要帶埋呢2本吉簿翻去抄嘢，跟住你咪變得越嚟越吃力咯。所以點解睇唔明咁解咯嚇？所以嗱，咁本節目咧都講一啲秘聞啦，橫掂都我都講完英國，我講一啲相關秘聞啦。咁其實我哋動漫文潮咧，早年曾經揾過咧進擊嘅香港版權持有商咧，去傾推介，即係想推介呢部作品啦。即係嗰時仲係第一季，睇完第一季。咁版權商咧嘅回覆，你知佢講句咩？佢話進擊的巨人咧係好受到保護㗎，不如你揀另外一套嚟講啦，你唔好講呢套啦。我當初我唔明白點解㗎，但係而家明啦。大家真係明啦，因為唔想套作品吐槽啊。但問題佢係咪真係已經當時已經收到好大批嘅吐槽咧？嗱，我嗰陣時因為佢冇政府㗎，點解嚇？我嗰陣時係第一季嚟㗎喎，我嗰陣時想問個版權商，嗰陣時係第一季嚟㗎。咁好啦，咁嚟到今時今日啦，2013年推出咗最後一季嘅時候咧，其實就真係好多吐槽出現咗啦。同一年咧。喺我包括睇台灣啊或者成咧，就發覺咧好多疑似嘅講咧，佢想平衡翻呢紮聲音啦，開始係咪？係。咁
呢而家一般嘅做法都係咁樣嘅喎。咁你有負面嘅評論，佢就揾啲水軍嚟到搞下咁樣啊。但係問題呢水軍可能越搞越惡喎。其實咧，最近我睇過一個咧，佢話叫做進擊的10個彩蛋咧。我睇完之後咧，我真係俾咗個unlike 俾佢咯。我冇留言啦。如果我留言嘅話，我就想呢啲唔係叫彩蛋，呢啲咧係叫其實應該一早咧就可以寫到嘅劇情，然後佢拖到今時今日咧先至補翻出嚟話俾人知嘅嘢咯。但係近年嚟講啦，好興啲咩彩蛋喎，嗰套戲唔好睇，跟住就話有一集出嚟啊！呢套戲咧喺最後嗰度咧有10個彩蛋啊，你哋去睇啦咁樣。即係其實嚟講，即係譬如電影又好或者劇就好，而唔好睇嘅時候咧，佢哋就叫你睇彩蛋。咁究竟嚟講，你哋係俾彩蛋嚟講拍咩戲啫？即係會唔會進擊都係咁樣咯？唔係進擊而家就係個玩法就係有特別23年。最尾嗰季出咗街之後，呢啲咁嘅叫做激讚文咪出現咯，係咁出現咯。因為點解？因為另外一邊係咁插啊嘛，甚至插到作者直頭話一早啊，你一早結婚接埋個股啦，生細路啦，喺度呃錢，係啊，真係咁樣懟佢啊！即係嗱咁賺嗰啲點包咧？除咗彩蛋之外，冇啊！全部用彩蛋嚟包咯，即係今日又話最，即係話你哋唔識嘢啫嘛。即係今日又話有一堆彩蛋，聽日又話呢套嘢值得二刷，係啊，成日都係呢啲咁嘅 comments 出咗嚟㗎。跟住我二刷，你啲畫又唔得，你仲要睇90幾集，我睇第二套翻作好過啦。我唔係話乜嘢啊！即係如果你問我寧願我睇到京都動畫，我是但撳一套都好過你啦。所以講句，係嘅，有啲漫畫嚟做進擊呢啲咁嘅專題嘅，其實即係呢套嘢咁樣會唔會有人做咯？我曾經有一個咧叫做田中理科雄，就係邊個咧？就係曾經講佢畫啲漫畫系列咧，就專門去講。呢集佢第一部作品就係講嗰啲超級機械人可唔可以操作啦，第二部講嗰啲叮當係咪真係可以製造得到啦？咁進擊佢都吐槽過㗎，佢講就係話：喂，你一個人啊，你一個人，譬如你得170 cm 高，譬如有86磅，你就算你係如果你以前即係點啊？你就算你有巨人基因嘅話。你點樣將自己全身谷到超過1000倍嘅質量大細，而你個人原來中間仲喺裏邊嘅情況之下，你係咪真係生存到？譬如但問題呢個浩克綠巨人咪仲離譜啊！佢成個人膨脹咗喎，佢唔係變巨人喎，成個人膨脹咗都冇人吐槽佢喎。咁你最緊要巨人。你變咗巨人，你吐槽佢又有啲問題係咪？唔係佢講緊咪就係佢嗱，你講 Hulk 嗰下嘢，佢唔係膨脹，唔係膨脹到超過1000倍啊嘛。Hulk 係講緊膨脹肌肉around 30零倍到啦，即係個肌肉。仲着到條褲嗰度好嘢嘛？剩翻條褲啊嘛。但係問題進擊的巨人講咗膨脹，佢個講法就係膨脹接近2000倍之餘，仲要你個人本身。你個人本身啊，係仲喺個巨人嘅體內裏邊絲毫無損啊嘛，跟住冇錯之後解咗你個巨人直裝之後，你可以喺個巨人裏邊掹翻你個人出嚟啊嘛。就係吐槽其中一樣嘢就係呢樣嘢咯。佢吐槽第二樣嘢就係嗰個戰鬥裝備啊嘛。你個腰扶住嗰兩個戰鬥裝備，跟住你要好似蜘蛛俠咁樣，即係。即係個戰鬥裝備裏邊有4個彈射位噶嘛，你射2條威亞出嚟插住埲牆，當你個人咁樣揈嘅時候，你未去到下一個目標，你都暈咗啦。同埋佢講緊佢嗰我就暫定咗佢先啦。張藝謀都抄佢喎，嗰條笨豬跳。所以冇㗎，所以啲人成日都話係。佢如果佢第一季咧都係佳作嚟嘅，你問我第1、2季啦，你當第1、2季啦，但係第3季開始咧，
佢一個古仔一開始擴散到某一個位咧，佢就開始亂，佢就開始甩，咁咪變咗成件事咪爛咗咯。仲要會唔會開頭唔諗住寫咁長啊？開頭諗住寫3集啊收工啊，但係咧出版社要你寫再長啲啦，唔好收手住咁嘅。唔關事啊！如果佢唔關事其實呢個係責任編輯嘅問題嚟嘅。通常譬如話一個作者，你如果我攞個比喻，即係譬如話你龍珠嗰個例子就係廖三明最初話，跟住責任編輯話你而家個冒險路線你要轉一轉啦，開始唔係太得，跟住佢就嘗試轉打鬥路線，跟住就去外星人，即係去南美星，跟住就思路，跟住就即係其實去到思路其實可以停㗎嘛。但係點解要話埋布歐？因為其實佢本身佢都啱啱思路嗰陣時，佢先至要平咗個本，去到開佢個 Burst Studio， 所以先至叫做畫埋布歐嗰度，叫做賺多嚿錢去令到佢嗰間 studio 有一個叫做有一嚿後備錢喺度啫嘛。呢個係嗱，即係好龍珠咁，其實好龍珠咁啫嘛，其實喺度收咗工㗎啦嘛，應該。龍珠去到思路就收得工㗎啦，不過係廖三明。佢收咩係咁啫嘛，係廖三明想賺多嚿錢，所以先畫布歐出嚟啫嘛。當然坊間就係廖三明借咗集英社錢去開 Burst Studio 啦，但係問題佢借咗嚿錢又未至於要令到佢夾硬開多個古仔去畫嘅，呢個就我又覺得唔係太成立嘅。第一，咁純粹係佢想畫多一個古仔，係叫再多一個儲備金，就俾第日佢個 studio 嘅運作嘅啫嘛。呢個我反而會易理解啲。咁你話但係當然你要睇翻一樣嘢，廖三明係識畫畫嗰批嚟㗎嘛。佢每一幅畫所畫都好靚啲，廖三明白又好，你彩色嘅層次又好，佢真係識畫啊嘛。但係阿教冇錯，我正話都講過，佢連出見面會佢都差唔多係接近係未畫過即場畫俾 fans 㗎。你試諗下，一個人可以幾冇信心到咁嘅地步咧？就算集英社其中一個最懶惰嘅畫幽遊白書畫 Hunter X Hunter 嗰個富堅義博都好，成日掛住打麻雀啊乜都好嗰個，佢畫一幅原畫佢都見得人啦，係嘛？所以咧，今集咧呢個鸚鵡講晚吹咧都好多謝阿教練啊！咁同我一齊去由另一個角度去睇進擊的巨人之餘咧，就都順便真係要吐槽一番啊！真係我覺得呢個吐槽咧，我屈咗都好多年㗎啦，其實都真係要佢一鋪。好啦，咁喺呢度咧就首先要同香港嘅觀眾咧就講聲晚安啦。咁英國嘅觀眾咧就要準備下午茶啦。好，咁今集萬文潮告一段落啦，多謝教練你嘅幫忙。好，下集見啦，拜拜。好，下次見啦，拜拜。如果各位喜歡動漫文潮嘅話咧，請先 like、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社交媒體，包括 Facebook、IG、MeWe、Friends 以及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最緊要咧就係撳埋個小鐘仔啊！當有新嘅集數嘅時候咧，就可以通知到大家。另外，我哋亦都有呢個 Patreon 嘅專頁嘅，有免費，亦有收費頻道嘅。收費頻道相當之平嘅，只需要港幣25蚊一個月。我哋會不斷上載會員獨家嘅文章以及影片上 Patreon 專頁嘅，請各位多多支持，讓我們可以持續發展。再次感謝各位收睇。